的府捕经所是在身以诵经做法事，拿人金钱替人消灾，但并无将道经、佛经全部诵全，方要入捕经所。若是自己诚心诵经或替人服务，发心不同，不是用来赚钱取利。如有错误，天律会特别宽恕之。陈生听说，因差对亡魂不尊敬，对死后亡魂时用铁叉压之，或用鞭压打，不知是否真实呢？帝王亡魂在世无恶不作，不守道德，所以因差对其不客气，此乃其罪有应得。如是人在世，心存济慈悲，助应善堪，行善立德，死后因差福神对其礼让3分，是世人自作自受。陈生现值三曹普渡，地藏王菩萨在美殿均设有讲道所吗？帝王美殿均设有讲道所，凡狱中罪魂上有善根，受刑中表现良好者，皆可轮流到讲道所听仙佛说法。陈生参加歌舞团，到四处演出，期间表演脱衣舞，以招来顾客。不知犯何罪。帝王死后判入寒冰地狱受刑，每日要压迫在冰块下，四肢僵硬，寒气攻心。奉劝世人千万不要学脱衣舞，以免犯明律。陈生大地造化全凭一气运行，一气不知何解。帝王一气是先天之气，一气足以化万千，故天有天气，地有地气，人有人气，大地人无时不在乎一气。如果天气断绝时，天理紊乱，的气断绝时，的即崩裂，人气断绝时，人即死亡，此点真。气就是心气，即是一气。谢生、新竹有一些富家，常持富淫人妻女，并用金钱买来含苞少女，以淫奸侍女、处女为乐，不知此情形，犯何罪呢？帝王此罪太重了，要判入诛心地狱受刑后，再转世为公积至业债圆满。